是你的尊贵，却让人感觉太累。也许你很尊贵，也许我很卑微，可是我的卑微却活得有滋有味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饱酒一杯心头醉，众朋友在一起，不贪不黑心无愧，快快乐乐度人生，人生知足心最美，人生知足心最美，吃得香，睡得着，饱酒一杯心头醉，众朋友讲义气，不贪不黑心无愧，快快乐乐度人生，人生知足心最美，人生知足心最美，人生知足心最美。阿家桂花，他先红给，爷爷开的速度。阿家让lớp ta，你快洗头吧。他这个况且若送给。土豆，况了啥话名都送给。春妮，春妮。想连桥摸着吧，摸着，张哥吧，让给他的切切全部下送啊。想连桥，天官话谁啊啦？蓝小姐什么都呢？强我上接通这个事情呗。对，为啥接通这里面吧这样？想连桥，前呢，前个的。可对两个找嘞，他们俩两个有，狼山有，那是想来他见了，他去去，哦。别别写信。我自己最后了，在马里不拉冲的，将就不就给他演，我怕都不到接了水平。天亮，将就不就给外线上好在哪些？
我这个王都张国的呢，像我脸上吧，我这个有些哪里能看起来？乡邻桥呢，我可真是哪有呢？他可得出马给不去？对的，对对的。呀，明明都。对的的，我脸差不。我才俺母亲听我说，3个月嘛真的，谁别我去的。黑豆优秀。我的光是给他嘴。这话还多。可是你的。张国不是下。张国不了还难不着。蓝小青给塞下，长脸差了这样的。来。蓝小青西面不长。桂花，找罗着。找。哦，军部，不去的。罗军部的。罗军给。黄木桥的年上学校，军部俺上校教去。罗军部江部校第大空间人西给不下。啊，军部落了。学校连马大概不得来他要嘛是。我那养还是多。黄木桥。罗军的乡邻部怎么有个喜酒的？我呢到咱们开着下。罗军的黄门气度，说边组起来讲，现在听这用的，比如上么什么这下。接近他们听这一呢，乡邻桥个至少能做起来的，黄木桥个技术难比呢，来起水黄木厂的气度，说边做起来。军部。几两给钱呢？黄木桥个干在哪呢？军部俺让个乡邻提这起。找胸口找。哦。黑豆，你用过了呗？讲话的领袖。哦。杨大，黑豆，是小个24先同不你对。我这节目穷我都给那打药的。哦。是小个潘乔云说的，看着打我那最样子，想不怕小心不得。那小心心里的，打我那最要命，我你可不知道啊。钱子。钱不错，家把的卡钱的，打我的不赢。呀，二姑的，我送给多金生下差点是看我说的，凶的打我小的要不得。今天白了，熊姑呢？他我小了，呀，大姑呢？熊哥小了不赢呢？哦，你看看看，这样子，这打人家钱不够的。王姐，我要不留了拿着。妈耶，我还别家的来买吧，其实蓝少这个馅饼呢，我是一人。大钱呢？啥学的？夸着的。王姐，然个我这前先给我妈呗，我这前面拿了，同不可以，你可不要来不要来。我这前面，如果你什么事的，我这前面，我这前面，然后呢，我上快点说说。光脚个钱，光脚个钱，蓝小青嘛又不少，我他谁天连龙就钱不少，光脚个钱，光脚个钱，他谁？他啥？对的，我上次拿了肯定是肯定要下面多啊，对嘞，他谁什么下着？哦嘞，你他谁什么下着？着，告诉。黑豆，点不小哈多。答应的蓝小青是年底要你嘛的，走。黑豆，挂住啊，才总挂住年一百。中国大家注意，让个军部，他谁对的吧？一的一，去，中国大话学习的，空门发展那里，几点写没都，现在比较上山，特别可了的。你去朗读教员呐，这个呢，对我这个心很累个的。你看是的，让我要看到呢，哪老师啊？有，去。喂，唐队，打开手里。
黑豆，来给马点西。那一对为那瞧狗子手里，这好嘞。是啊，新疆嘛的，三家的人。啊嘞，对，对吧？对，三家对，几岁的话？三家。啊，压力大，那个你压力大。走。明兄，来，香伦在这些啤酒过学了。那是。阿廖胡的，天色永没多呢，家里看老去把自己结束去。那是。香伦别说。大舅。老师，儿子，冬天这些里，冬天去了这些里收银的。香伦，去哪看送鱼？孔妹刚小南街，给那罗军人是给别去的，学校里面了过下去的，我呢点起收银的。罗军是不得，年黄了长不长下用完去就咱们的，说了几不连买吧，爹这些还要嘞。过冬天去让我呢，点不可就难年这些。罗军人是给别去的，俺们几个给人结账，俺的年是几个用的。香伦去哪了？点翠又来说了许多。可吧，俺的帮当我有去，陪我家长呢。帮当我。的蓝小区没有过讲去，咋见的？阿嘞。第讲啦，古董店去让去，打他们多。香伦，蓝小姐年代杨姐年尾会吧，洋菜还得要嘞。没有贵的大妹，莫全部收入他啊，给起钱呢，谁不新鲜不是？阿嘞，蓝小姐给那个剩下的就送过去呗。年前呐，莫全部收入上呢。你忙不有马性别，上网忙他去写的生皮。呀，古董店。但学校搞做哪呢？其他个还没得可这是能有。就让罗军去写的学校里面写的，我你多大经营咋？念了学校年节，这个证书哪个？让人念了证书哪节，这个学校年哪个？念个送记录学位。这小伦。我们小孩啊，就是的，是不是大家去学的？是这些不上去，其实有个那么凶这个钥匙，年香伦来了，你们买完一季月。古董店去让我呢，没看见这个下。是。这阿这规划，去那个我那可怕用过的。哪来姐姐你给别的空这么说的，啥时好可能我说你不等个的，阿这他去谁我？我这你才是干吧，抢用过的呗。用的用，阿这规划，去让水机大写到厂嘛，必须叫水鱼。我这呀，就应的。修的，对，滚，又想哪，还得写上，修的，我这不见了。跑站那里用的，我那用费记不得啊，别再熬嘛过吧，刚我能行这对。春女儿，嘘，这，别谁多没，让听着口子开始吧。阿家规划给我谁是那边的？你让笑，您家是多钱咱也绕不起。太可到啊！你空买不上人么多，猜中哪的？你猜不得什么对？空买不上那要比呢，那你看啥不？让几个月？就黑都让给
俺那些解决到我。你也让打了酒气，让啥把俺手里这么多，俺才做你的。这么小孩都，这些米还何必呢？让说就趴下，你也算不出来还给了，让个几个月呗，还是让人钱啥数，中间得只有你要呗。连来差不多，那给不给那钱还了的？阿家规划让给叫黑多，他就在面前是还中年的速度。估计俺吃热死了当我，估计接着让给让不起当我。等没钱，你还心里的学钱着，这里先是俺姐姐，两个人下死。春妮儿，就该让若姑妈钱没打，啥是这个了？哪个钱不起来的？向人家春妮，让给我是可去，搞去。向人公安上。桂花，向人桥，桂花黑豆，看来你要呗？你陪没？黑豆，可惜。科目叫的，看来你他这干了给我死干那下。那是。桂花，我当时说。阿家桂花，俺不的。空数的。阿家桂花的叫黑豆给着你。名还是有。莲花属于。莲花。桂花，现在俺领导着。下面个周期。我的去谢去。我向龙生下来有点开始。你在了向龙给帝国了，看天送个没有啊？你还想不得这明显打起了呗？叔叔猜我了。向龙生下你跟我去不远，天是没白下雨呢，你也心甘情愿的。蓝小姐点点面具请不穷要是，现在向龙那把贴了，可有没有看过我月子啊？你要点点面具其实。面具，垃圾，听个垃圾，向龙生下来养那么几多？这可对那垃圾生下来有病，可对了呀，他讲不就牛不是？哦，他讲不就那咱，然起面婆婆没凶事，这里那送咱，然头嘛是，这点点向龙给让了同学要是，你把东西给丢。向龙他的红梅不长那也不要是，也特别是单节，干了过了几句，然个蓝小姐在这，你打碎小闹说。看不明白，俺是长大起。我顶这切了。看不得，顶这切了。喂，对的。看不清不顶这东家这些，才总是前面从家还在修嘛的。他是必修一笔。桂花，是桂花，让得的，你这场么？谁来的哇？别了。黑豆，
记得。阿七，啥意呢？别说嘛，我的天哪呢，这天天还空哪里？怕小姐。啊，这一桂花，你谁了的？年纪壮健，让了头颅3块钱一打，啥行不行？你空门不长什么的，才种嘛这？用啊！怕需要啥小酒的，桂花让着他。春妮，让开去说。你小声点体育行不行？呀，小事什么了？空堂的，空没事的。就是日没对的，我到空体下。盯着连马头了。向亮去给哪一斗？给我走。向亮公康噻。杨老大。向亮哥这些。黑豆，他这个让给把美军跑下送给。哪里了？第3我得去了。马了，听我说俺什么姐，电话你对，你都当姐，你啥打不起来是来着？俺小心也得哩。前呢，他就讲给我们生那个让几个的。他去了。我这他去了，年个在前面那呢，空中月，他就是看不着牛10年的，一年的哩，俺这黑豆面就那个的上啥么去？我们生了，给那个几岁了呢？黑豆，晓得面是的。来是。跑出对面去解决，我让做没到这么人呐，讲着，马对。老师。阿家桂花。喂，啥大对？他下面到这么人呐，皮是啊。啥大对是？莲花你们都记着。莲花大家爹姐黑豆肉过的。我的。大对起。左撇的。撇的。桂花。他是冲死军重要的。你信去。你也快要了，那些记录呢？我们记我看要是的，听这边。那些空。我们的名了，春泥是有的。我这给人家常看到。他这个春泥可对呢，土天修建，可让个从事的商家南家能去，这几个去20岁马的啦，光不交给，都是全部能去。向人桥的需求，春泥旁边也会叫的。这。容儿罢了，莫去想不去。这嘛他是西街修建，给谁点不最难过呢？年娃都莫去想不绕脚高兴。前张他这个城市的，他晒了年干还强钱不去，让个轻松哎。你还告诉。你也规划呢，等到下过年纪嘛，新个月他这黑豆的面积钱不大，够dun节，让个他晒了，老师也好些给不着。那，你。他晒小老师就是了，让给他晒了，春泥强是给别点起差了去的。是，春泥，你这有嘛事？我到顶着你姐了。阿叔。是，他晒小，很康噻。阿叔，他晒小，去那个桂花季节，没到这么人呐，讲不讲也会是哪的？阿叔，走。老师。阿叔看片呗，说还给看片的3节电影，比个小娃吃电影的大家态度。态度，阿叔态度。态度。阿叔撇的，看他谁的，你到宁姐去的，全部信不起的。给我态度。阿叔，肯别动不掉是对的。我那阵动不那个没到杨树下样动不起的，一年胖个急了，
他都唱啥唱戏？徐长前，面到前头，马头呢？动眼跟头，这些钱。啥不够的？实地家里面到这几笔钱呢，第一远就去的。你到啥吧？品不明，记忆坦白，你到用。他三舅，很多礼物啊，那是大样子。这不很多礼物呗？忘了，现在还是打主意。他三，俺晓得，给不面就吃啥，旁边请你用嘛些，第二个那你想好吃的谁个贴贴。他三。大小王，他才不学学的喂，俺来个天津不是年啥学的？他才不学哎，他才不学去话那钱不老接休息啊。俺来，俺他才不学滚丢主意。垃圾，我那垃圾在哪里去啊？你收回对了，我藏着纠结，收回没了，从哪来了钱？这不会动，春年。他这不会动，哪是个这动？对这切个送呢，看这有没性格的，谈到空了，10年数据要买的。春年，俺也不晓得。春年，啥？我哪个没？你去了，都是穷的上去。春年，他才去了，都是跟着有兴趣。你去了，这是来修理。春年，你让走不上我岁数，绝对没有啊。他才穷，去了听这功夫嘛是，来去了，给谁照顾院长？做你把他托他有什么事？给谁？最末。春年，给是他最末，听着上俺没好。有个马日，给谁瞧？年年这个听着头要给三大女儿有马日，他谁去了？点么他不眼中钱？春年。蓉儿，他才说，去让给旁边的我姓于，看春年人。田桂花，小人就公布他们去，去让阿哥好要阿去。阿姐桂花看没？我这吃着了不？看中，去让爹爹下黄菊要嘛的。田桂花。黑豆的面就下鸟，去让某楼梯节气呢，年头大的这句情面。土姐呢？土姐呢？春年呀，给我坐，春年，小四，春年，小四。
三秋，香啊，下人叫了去表，春年他还下热呢。蓉儿，看他，他是一个超不热不，看来他不长那里嘛的，听这是看 BB 呢，听看不参给真不难打这边。蓉儿，看那个毛素一面听句呗。他说呢，这都有了，来给今年去吧，听蓉儿个快活修的修。他说瞧呢，给我看给他个听明白。呀。蓉儿，看那个弟弟哪呢？给我打岔打去了。想人叫了去个，他说的春年开车住呢，可你前不得开车头嘛人。他说头找不去呢，蓉儿啊，乱给开门都。我叫了，看他硬是个屁呗。爹，可别别的，可别别的，怎么又来点什么？没吃什么。乡人狂卖破账了，我最能够有的。一年俺狂个手下带有的。大姐呢？等个没得上嘛，没钱没米了呗啦。乡人个可对呢，狂个手下了，生女不问只能给。这里狂个所以之前呢用不要买的，前3年呢，你狂个卡机压姐，你是做哪么的？给看见下不牛年的要你输来得救的。这回真是亲爱的，当天朝可对家呀，可是当哪不的？下面呢，你是当姐，可晒下呢？晒下的大红子要了去了。这当天朝到底。恐不看脑皮呢，怎么碰不了？麻烦结果有呢，特不去看不去过来，恐不叫回去了。恐不叫没到同乡那批子。没到同乡那。喽，荣恩小姐，恐不叫你娃都没到同乡那偏老松松。排起春年累个了。是啥？这几个的俺最爱的啥不进去了。呀，我们蓉儿累不着呗？蓉儿年大，他晒了恰到时节，我呢是恰他妈恰下。啊嘞。蓉儿，俺这你们都打个。哈三秋，看人家春年娘那里用过嘛事？现在春年破产那这样讲这个？对么啦？看那你他就那边喝过嘛事，今晚呢这话那里去用过嘛事？哈三秋，看人家春年个你落大着呢，用过呗？俺春年直接落住应的，这个是吧？
看这习惯。么个？没到底听着音节了，要是听的，别没到音节问题都。我这前面不小。高大，别别，这个兄弟，别别的，高大，前面那边的，冬儿，冬儿，我现在别错别去，别傻的啊！你还活不久，这点啥呢？我怎么了？冬儿，叫的，呀，那不懂事，前面那边。春你给皮给这，妈妈有去。妹，你别打面。也幸福，从这边跑起来，咖喱你吃死的。阿香啦，狂不巧，春你给俺说我听见，没让他三个最没巧有事。你这真是个毛球，这好的是个毛球。你春你，俺他三个干不有了，3年来对不起了，春你俺去那边给去。我给写真他不认，你光拖谁去个毛球？春妮，叫他重些。米秀，我妈这件事，叶皮，这鬼话，小事。叶皮孔巧，你春妮坑着跑兄妹，叫他看么总比呢？你就让他是个头当的面子。前他是头当讨姐，春妮叫土金。狂不巧，他是。其他牛的呗，就定对了，那我看现在用过吧的呀，我马上有，就是有。你说的，狂不巧，昆明居民解释的，你喜欢这谁了呢？天规划，春你让明年新个月，给定对了，你得钱呢，用过吧的。狂不巧，三米古小区那可这山里面，你过村没穷，因为他在米中间用的，春你给他在最俺那听不清，他在俺是那怕钱穷了的。听明了没去了？他在我那个是那红头点钱，样是吹不来了，他那边结过来，春你给怕价还是要的。像你瞧那个没对这说呢，就春的三不可能就送不了。天规划，就他落了别的。都是给用啊，落好别的，狂不巧的学校，春你给没少给不了，没3年没年薪个月。我都看了结果去，狂买跑上那坑出门就写个消息，没说天规划嘛，麻痹。哦，叶皮孔巧，听明了没听见？群众们休息。亚罗。天规划给，他是个所教的个真的，我们唱给，钱没有。天规划，让俺们都晓得。是，来，就的。孔不巧，刚没嘛那么可怜呢。让给钱了，你也看的写不多。让给什么多说啊？去年没几个团了，还是给俺拖那个点嘛送哎。他是个光不出多了，现在贴不起，吐了下嘛拿着呢。哎，我的兄弟呢，我总差不听这的。你谁朋友居民今天多，空没几个面子。孔不巧，俺铺地来要嘛的，其实他是托大的嘛这边呢。我们这里中波修的，我懂点了。这是红这边的，让老爹不用的呗。我才做年事，你看开心个面了。让学的，让老爹不用多民多。我同这个很多少个那边嘛噻，同到破产那才给住那子，眼眶给是都不许你用个嘛事。桂花，年天呢，来了我给这唱歌，哭个嘛大。你让了杨家去这个，让老爹不用的呗。我呢，老爹不啥名多。孔不巧，很多公卖破产那都下去，没就记得住，朝舅妈的，可两个礼节。像春年跟着瞧人。春年，让给你们都记住。孔不巧，搁进去。
叫我给厂里开连数，跨国东店给相邻的体育单位米瑞下，可以让小姐了滚动前的，狂买晒的，厂嘛国东店给滚动请教了一下。哼，大车这机，撤！没什么，第教委个说是看你写不他，说是让给谁应掉的。快快这事。没什么，起来。起来，俺弟看了一数月了。哼，俺起来的娘的脚上的雨。有情人从不把真情掩盖，无意这偏偏把无意深埋。伤心时或许是哈哈一笑，欢乐时却哭个痛痛快快。爱和恨是一对孪生兄弟，情与仇谁又能把它分开？亲情是仿佛是狐狸糊涂，醉梦中又好似明明白白。花好看果然在人一边心难猜，春不到树难在冬不走雁难来。是喜是怒，谁说不是情不是情？是仇是恨，谁说不算爱不算爱？有情人从不把真情掩盖，无意这偏偏把无意深埋。伤心时或许是哈哈一笑，欢乐时却哭个痛痛快快。爱和恨是一对孪生兄弟，情与仇谁又能把它分开？情景是仿佛是狐狸糊涂，醉梦中又好似明明白白。花好看果然在人一边心难猜，春不到树难在冬不走雁难来。是喜是怒，谁说不是情不是情？是仇是恨，谁说不算爱不算爱？花好看树难在人一边心难猜，春不到树难在冬不走雁难来。是喜是怒，谁说不是情不是情？是仇。